喺感情嘅世界入邊，吸引力從來都唔係單靠外在條件，內在嘅特質咧，先至係留住人心嘅關鍵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有邊6種特質嘅女仔係普遍都會比較受男仔歡迎嘅。嗱，各位姊妹，快啲去對照一下，有邊幾樣特質你係中意我嘅？第一種特質就係有清晰嘅自我認知。呢類型嘅女仔咧，對自己有超清晰嘅定位，清楚知道自己嘅需求、優點、缺點同埋邊界喺邊度。佢哋唔會因為對方讚咗佢幾句就開始飄飄然，亦都唔會因為人哋嘅批評就自我否定。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去餐廳食飯，知道自己海鮮過敏，會直接同服務員講，亦都唔會因為唔好意思開口去勉強遷就朋友。面對唔合理嘅要求嘅時候，亦都可以好果斷、好坦然咁樣去拒絕。至於面對自己想要嘅嘢嘅時候，亦都會勇敢咁樣去爭取。呢一種就係活得不卑不亢，完全唔會扭扭擰擰，一切都非常自洽。反而亦都係因為咁，會令到大部分身邊嘅男仔覺得佢哋好有魅力、好有自我。第二種特質呢，就係情緒穩定。情緒穩定唔代表冇脾氣，而係佢哋識得用理性去面對自己嘅情緒。當另外一半因為工作壓力而發脾氣嘅時候，佢哋唔會即刻嬲爆爆咁樣去反駁，佢反而可以冷靜落嚟，透過對方表面嘅情緒睇到佢背後嘅需求。就好似佢哋嘈交，當對方好大聲咁講嘢嘅時候，佢哋反而會好平靜咁問：係咪最近做嘢會有啲壓力，有啲唔開心啊？不如我哋講下發生咩事？用呢一種方式去溝通，唔使嘈交，亦都唔使冷戰，就可以同對方好好解決問題啦。呢一種包容同埋冷靜，其實喺長期關係入邊真係非常之咁重要。試問有邊一個會唔中意同一個情緒穩定、唔會亂發脾氣嘅人相處？第三種特質呢，就係靈活嘅關係期待。呢啲女仔好明白喺呢一個世界度，唔會有人可以100%咁樣滿足到自己。所以佢哋唔會對自己嘅另外一半有不切實際嘅需求同埋幻想，佢哋會反而注意喺關係入邊嘅基本項、合格項，比如話忠誠、尊重、責任心呢一啲底線係一定要堅守嘅。但係對於一啲問題嘅細節，佢唔會太去計較，就係所謂嘅放小抓大。就好似紀念日呢啲事，我諗好多女仔都會好重視，但係如果係成日都唔記得或者根本唔在乎，嗰陣時佢就會認真同佢另外一半傾下啦。呢種鬆緊有度嘅期待，會令雙方嘅關係更加輕鬆自在，唔會因為有過多嘅要求細節而令到雙方都覺得好攰。第四種特質呢，就係主動表達需求，唔使對方估嚟估去。嗱，唔好唔承認，有好多女仔呢都好中意玩過一種你估下我諗乜嘅遊戲。大佬啊，我可以熟悉你，但我唔係你心入邊嗰條蟲啊！喺呢個時候計較嘅話，就只會搞到大家都唔開心。所以有呢一個特質嘅女仔呢，佢哋通常都會好直接，有咩需求都會直接講出嚟噶。比如話想對方陪自己，可能就會講：老公，呢個禮拜可唔可以留一日時間俾我，陪我行街睇戲食飯？我想睇咩電影，我想食乜嘢啊？而唔係嬲嬲豬咁樣去冷戰，去等對方估你諗緊啲乜嘢，嬲啲乜嘢。佢哋好清楚知道，其實大部分嘅男人呢都唔會明白佢哋嘅暗示係暗示緊啲乜，所以直接講出嚟可能反而會更加有效。咁樣可以好大程度咁樣去避免因為誤會產生嘅矛盾。呢種坦誠溝通嘅方法，其實真係令關係少咗好多麻煩㗎。第5種特質呢，就係識得感恩同埋識得俾正向反饋。喺佢哋嘅眼中，自己嘅另外一半所有嘅付出都係值得被睇到嘅。比如話對方主動做家務，佢哋唔會話地拖得唔夠乾淨，衫摺得唔好，佢哋反而會放低自己手上嘅嘢，同老公一齊做家務。而且仲會講：老公，你今日拖地辛苦啦，全靠你拖地，屋企而家先至咁乾淨，肯定係因為我老公有力又細心，先可以拖得咁乾淨。呢種正向嘅反饋呢，會令對方覺得自己嘅付出同埋努力係被認可嘅，被睇到嘅，更加係被尊重嘅，自然就更加願意為你哋嘅關係作出付出啦。相反，如果你淨係睇住對方冇做呢樣冇做嗰樣嘅話，你信我，你可以揾出100樣。你咁樣只會令到對方越嚟越冇動力㗎咋。識得感恩嘅女仔就好似一個小太陽咁，會俾人感覺到溫暖。試問有邊一個男人會唔中意啊？最後一種，亦都係好多人都缺乏嘅一種，就係自我療癒嘅能力。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可能帶住過去嘅傷痛去開始一段關係，但呢一類型嘅女仔呢，好清楚過去嘅課題同而家嘅關係係唔一樣嘅。比如話曾經俾前任背叛過，佢哋可能會有一種恐懼。
但係佢知道呢一種恐懼係嚟源於佢自己嘅內心，而唔係佢而家嘅現任帶俾佢嘅。所以佢唔會因為現任遲咗覆消息就會懷疑對方出軌。佢哋會通過自己嘅方式進行消化。如果真係搞唔掂嘅時候，佢亦都好願意去接受專業嘅支持，獲得幫助，令自己更加成長。所以佢哋好明白，其實每一個人都係獨立嘅個體嚟嘅。現任呢，冇責任為咗自己嘅過去去埋單。呢一種成熟嘅心態會令到佢哋喺關係入邊亦都更加自信，唔會俾過去嘅創傷影響咗而家獲得幸福嘅機會。其實呢一啲特質呢，唔單止可以吸引異性，更加係一個人心理成熟嘅體現。當你可以慢慢擁有呢6種能力嘅時候，其實你會發現關係同男人可能只係你生活嘅一部分，更加重要嘅係你掌握咗關係嘅主動權，活得清醒、自在、有力量。記住，最好嘅關係從來都唔係要討好對方，而係經營好自己。當你成為一個情緒穩定、目標清晰、識得愛自己嘅人，自然會有人俾你嘅光芒吸引，一世行落去。愛情有迷霧，陪你睇清路。我係 Chuck，我哋一齊拆解愛情難題。